一張圖卡，點樣令學生講出佢從未講過嘅心底話？我以前帶小組嘅時候，總覺得我需要講多啲，問多啲，學生先會肯開口。但好多時候，佢哋只係會笑一笑，點個頭。Inside Course 讓我發現到 Inside 其實唔係靠問出嚟，而係靠聯想去被喚醒。當佢抽一張卡，上面有住無限聯想空間嘅插圖，我問佢，呢一張圖令你諗起啲咩？佢停一停，然後慢慢同我講，我諗起我嘅屋企人。嗰一刻，我明白，原來一張卡就足以打開佢心入面嘅世界。如果你都想了解 Inside Course 點樣可以幫到你嘅學生，如果你都想認識更多點樣用卡去帶小組，讓你學識點樣用一個提問、一個聯想，帶學生揾到屬於自己嘅 Inside， 留言想知，我會話俾你知可以點學到。學會問勝過講。